西班牙作家塞凡提斯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只要睇一個人同咩人做朋友，大概就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呢句說話聽落好直接，但其實真係好現實，因為人同人之間係會互相影響嘅。你每日接觸咩人，聽咩說話，身處咩圈子，久而久之，你嘅思想、習慣、價值觀，甚至人生方向都會慢慢被改變。如果你身邊嘅朋友都係積極上進、有責任感、願意努力提升自己嘅人，咁你自然都會被嗰種氛圍影響。當別人不停進步，你都會開始對自己有要求。當身邊人重視成長，你自然冇咁容易放縱自己。相反，如果你長期同一班只識抱怨、逃避責任、成日投機取巧嘅人一齊，你慢慢都會被拉低。因為環境真係會改變一個人。有時候你以為自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，但其實人係最容易被身邊氣氛同價值觀影響嘅生物。你成日聽負面說話，慢慢就會變得消極。你成日同懶散嘅人相處，最後連自己都會失去動力。所以一個人真正嘅層次，好多時唔係睇佢講咩，而係睇佢平時同邊啲人來往。朋友其實就好似一面鏡，你身邊係咩人，往往已經映照出你內心真正重視嘅東西。人生好多時候，選擇朋友其實就等於選擇自己將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因為圈子往往決定咗你未來會走到幾遠。